南投国姓乡的山区昨暗传出着枪死亡意外，有一个51岁原住民查甫人，本身也是警察，和伊的表兄去到山顶拍拉说着枪死亡。伊的表兄表示讲，迄当时山顶有另外一组人伫咧拍拉，真有可能是死者头壳顶挂的一个头顶，互当作是动物才会甲开枪。目前死亡原因佫需要调查。救护车赶到南投国姓山区道路弯曲过下，请一位警员协助带路，佮开一大段的山路，才找到事发地点。救护人员赶紧将着枪击的死者警员紧急初步处理，赶紧送落山。虽然紧急送医，最后也是宣告不治身亡。再往前，车子不容易行驶，所以我们就改用徒步的方式。患者面部有血迹，但未发现枪伤的伤口。那死者警员的家后，伫大嫂的陪同，来到南投埔里分局的长寿派出所，协助警方厘清调查。安怎也想袂到，翁婿前一暗去山区拍拉，煞死伫枪下。18暗，有原住民身份的51岁死者警员，甲涉犯表兄结伴，到南投国姓乡山区拍拉，煞意外互枪击断掉。不明原因遭猎枪击中，经送医急救无效后死亡。本案已报请南投地检署侦办中。当地的涉犯查某人，甲警方讲，迄当时山区另外一个一组拉人，疑似是因为死者挂的头顶，互对方误认为是蜡物，开枪无细里断掉。警方表示，死者警员连至埔里分局长寿派出所，正因为身体因素请长假休养，目前由原的请假中，预计今年6月退休。那确实事发原因，检警也在调查厘清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